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您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对我们的保守跟眷顾。当我们遇着困难的时候，遇着试探的时候，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让我们明白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超越过这些生命的困境。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今天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就是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祈求，祈求主与我们同在，并且透过今天的礼拜对我们显明你的心意，让我们真实明白你的心意。那我们在敬拜赞美的过程当中，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主与今天服侍的众同工同在，保守眷顾我们手所做的各项事工，在细节当中求主保守，让我们真正享受在敬拜交通的过程当中领受恩典的快乐当中。亲爱的主，我们恳求您保守眷顾我们的心怀意念，也保守我们的教会，就是奉你名所设立的双联教会。求主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当中彰显你的恩典，让我们透过团契的生活、小组的生活，学习彼此相爱、互相扶持，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我们用代祷来满足你的心意。求主引导我们的教会的属灵同工、属灵领袖，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计划去行，用教会来荣耀你的圣名，也带给万民祝福。求主也保守我们心爱的国家台湾，让我们在台湾的各个地方的教会都能够复兴，借着我们所宣扬救人的福音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保守眷顾这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邀请大家一同从座位上站起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用一颗喜乐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这时候想邀请大家一同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让我们宣告神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神是我们永恒的依靠。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拣选我们来这里来敬拜你，主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时刻，主要都专心向你，主要专心定睛在你身上，主要知道你是我们永恒的依靠，主要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要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情况当中，主要都挪去我们的惧怕，主要使我们专心，主要邀请你成为我们的生命中的依靠，邀请你成为我们生命中唯一的盼望和力量，主要谢谢你，主要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来宣告说，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让我们将我们最大的掌声、最大的欢呼献给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神，是的，主，主你就是我们的盼望，荣耀的君王，主我们欢迎你。主啊，在这个时候，求你的灵就亲自降下在我们当中，主你与我们同在。圣洁耶稣。
主啊，我们相信你就在这里了，主，你就在这里。全人都要在你面前来献上，神啊，求你呼召我，主啊，我要跟随你。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在这个时候，主啊，还是要向你来祷告，主啊，我要对你说，主啊，求你呼召我，主啊，我要来跟随你，主啊，我的全心全人都要在你面前来献上，主啊，你就是我生命的意义，主啊，我就是要来快跑跟随你，主啊，我要向着你的标杆来直跑，我们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当我们开口向你来祷告的时候，神啊，真的是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眼光单单的定睛在你的身上，主，谢谢你，哈利路亚，主，赞美你，主，赞美你。
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你生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你生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亲爱的天父，主啊，孩子们的敬拜，孩子们的祷告在你面前献上。主，愿你喜悦我们的敬拜。是的，神，主，我们一生都要来跟随你。主，我们要向着你的标杆来直跑。主，我们要活出你荣耀的呼召。主，谢谢你。孩子们祷告不足，我们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愿我们的敬拜、赞美成为馨香的祭献给神。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今天上帝的话分别记载在旧约和新约。第一段记载在旧约圣经箴言16章31节，箴言16章31节，现代中文译本827页。我们一起来念：白发是尊荣的华冠，是行为正直之人的善报。第二段记载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1章20到25节，腓立比书1章20到25节，现代中文译本在303页。我们一起请：我迫切期待和盼望的是，我不至于在责任上有所亏负，反而能时时刻刻，尤其是现在，具有充分的勇气，无论生死，用整个的我来荣耀基督。因为对我来说，活着是为基督，死了更有收获。可是，如果我活着能够多做些有益的工作，那我就不晓得该怎样选择了。我处在两难之间。我很愿意离开这世界，去跟基督在一起，那是再好没有了。可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我更该活下去。对这一点，我深信无疑。我知道我还要活下去，而且要继续跟你们大家在一起，帮助你们在信仰上更长进，更有喜乐。愿上帝赐福遵行他话语的人。今天早上蔡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42讲年老的保罗。年老的保罗，请大家恭敬的来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总会所定的松年纪念主日。牧师全心期待我们在座的长辈我们这些年纪比较长的每一位都能够蒙神赐福。其实我们要知道，人活得长寿是一大祝福但是不只要长寿，要活得喜乐因为活得喜乐更是美好的祝福。我们生命能长能短，我们自己大概没有办法控制，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活得喜乐，却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件事。
愿上帝亲自赐恩典给大家。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下一个题目，叫做年老的保罗哈。大家大概会认为说，这个题目哈，可能跟我现在还很年轻呐哈。那年老的保罗到底跟我有什么样关系哈？事实上，今天这段信息哈，是给所有的人，不论你是年长或是年轻，都可以透过这段经文来得到祝福。因为我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保罗喜乐的秘诀啊。今天我们要从一封书信，保罗所写的书信《腓立比书》啊，又被称作喜乐的书信当中的一段，来学习喜乐的秘诀。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圣经带给我们祝福。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充满力量的，可以更新，可以改变，可以激励我们的生命。所以此刻我们愿意安静降服在你的面前，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并且让我们透过今天你的话语来得着力量。也恳求主你赐下信心，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能够将你的话语实践出来，让我们领受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所读的第一段经文是旧约的箴言16章31节。刚才我们所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和合本的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所以我们要注意圣经并没有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而已哦，它后面还有加上一个但书，他没有说人因为年老活得长寿就是荣耀，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是说，如果一个人可以走在公义的路上，照着上帝的话语去行在公义的路上，那当他白头发的时候，就是他年纪增长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拥有荣耀。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愿意从认识主开始，一生都活在上帝的面前，活在上帝的计划，完成上帝交代我们的使命，行在上帝公义的道路上面，那这个人当他头上有白发的时候，他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因为他一生的经历以及所累积的智慧，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如果你要趁着你头发还没开始白之前，就开始要学习如何走在上帝公义的路上。等有一天我们头发开始白了，这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刻。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来学习，怎么样行走在上帝公义的道路。那今天我们就要透过保罗来学习如何去营造一个健康的人生，如何去过一个喜乐的人生，过一个合乎上帝旨意的人生，来得着上帝所赏赐这个荣耀的冠冕。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4个保罗的秘诀。那我们在分享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仔细去思考，这会带给你人生很大的一个启示。首先我们发现保罗在年老的时候，当他面对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就是有关于生死的问题。生死的问题，他是用非常坦然的态度去面对他的生死。因为人有时候最大的忧愁就是面对生命的无常跟死亡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人生有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你可能有很多的计划，但是有时候遇到一点点意外，你的计划就被破坏掉了。这人生的无常很难
掌握啊。另外一个难掌握的事情就是什么？死亡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死。我们哪一天要面对死亡，其实我们并不清楚。所以我们对这两者，对生命的无常以及死亡的问题，我们对这两件事情真是束手无策，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面对这两件事情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我们要理解，如果一个人他能够看透生死的事，那大概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困扰这个人。也就是一个人坦然面对生死，不在乎生死的事情的时候，他对世上很多的事情他都没有挂虑了，他一定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就像保罗一样。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这一段，我们要仔细的来了解。他说，因为对我来说，我活着是为基督，死了更有收获。可是如果我活着能够多做些有意义的工作，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保罗他说他面对生死，他不知道怎么选择，但是他对生死的事情看得很坦然。我们要知道，他在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是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的未来其实他不清楚，他是要被判死刑呢，还是被释放呢？他也不知道。他有可能会被判死刑，就结束他的生命；他有可能被释放，继续活着。那面对这个毫无把握的事情，他怎样？他坦然的去面对。他认为是生是死都没有关系，因为对他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一方面他认为说，如果我可以活着的话，那我就可以多为基督、多为耶稣多做一些事情。那我可以对教会、对信徒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他活着非常有目的嘛，他知道他活着要做什么，他可以为上帝国的事工尽多一些力量。那死了呢？一方面，如果他被判死刑呢，他说我死了更有收获。为什么他说他死了更有收获？因为他知道在他生命的尽头有一个极荣耀的冠冕等着他，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所以死亡，肉体的死亡代表说什么？肉体的死亡之后，他就可以去见耶稣，跟耶稣在一起，然后去领上帝要给他的这个奖励，给他的这个冠冕。所以对于他来说，死亡有没有可怕？不可怕啊，因为死亡是一个更加荣耀的开始，他要跟耶稣永远在一起。所以不论是生是死，他都觉得快乐了啊，因为他活着是有目的的，他可以为耶稣多做一些事情。但是死了，他是有盼望的，因为死了之后，他就跟耶稣在一起。所以是生是死，他都充满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在世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像保罗这样子，不论活着或是死亡，都觉得喜乐，因为他都有目的，都有盼望。我们以前在读国文课本的时候，孔子曾说什么？未知生，焉知死？他说你不知道生命的问题，先不要去讨论死亡的问题。但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说，未知死如何生？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死后是什么样的状况，你不知道要怎么用有限的生命去做有意义的工作。如果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知道死后是有审判的，死后对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死后是有盼望的，我们就会把握我们有限的人生，去追寻死后的盼望。然后我们活着的时候，努力去活，活得有价值。当我们有一天时候到了，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去领奖的时候。当你可以用这种生命态度活着的话，那我们自然而然对未来不会忧虑，我们可以用喜乐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人生。这是保罗的第一个秘诀。
那第二个秘诀呢？保罗说他的生命是充满意义的，充满了目标的，因为他怎样？他有上帝给他的一个标杆，这个向前继续向前奔跑，也可以说向着标杆直奔了。保罗没有因为年老就离开他的使命，他说：“我年纪虽然大了，已经步入晚年了，但是我要继续向前奔跑。”他没有因为他的年纪大，他就放弃奔跑，他继续向前奔跑。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上帝呼召人，没有在考虑他的年龄多大，或者这个人多年轻，上帝会选择最年轻的人，比如说上帝在大卫很年轻的时候就拣选了他，上帝也拣选提摩太这个年轻人来协助保罗推动宣教的事工。但是上帝往往也会拣选年纪大的，圣经当中有很多年纪大了才被上帝拣选的，譬如说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才被上帝呼召，当他整个生命历程当中，他在100多岁的时候将他的独生子以撒献给神，就是他年纪非常高的时候，他爱上帝的程度达到最高峰。我们看到摩西80岁的时候被上帝呼召，他在他一生进入最后1/3，他一生120岁，最后1/3的时间接受一个这么大的挑战，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他年纪很大的时候被上帝呼召。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迦勒85岁的时候，他还是要征战那美好的征战。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拣选人呼召人，不在乎他的年纪。那保罗呢？保罗并没有因为年老就离开他的使命，他继续向前奔跑。他在年老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我们都记得嘛，意思是说，忘记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不管过去我们做得好或是做得不好，我们都需要持续努力，因为奔行天路这件事情要持续到最后，更何况这是一个恩典啊！我们不要说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就认为说，牧师啊，我们这个该服侍的都服侍完了，我的扣打都已经做完了，所以我可以休息了。没有这回事，奔行天路这件事情要坚持到最后。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这样持续的向着上帝给他的标杆直奔，所以当他年纪快要临终的时候，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这可以说是他的遗言了。他说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当他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最后，他知道他要面见上帝的时间到了，他留下这段他心里面真实的告白：美好的仗已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持守。所以他相信有那个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年纪多大，我们永远都是向着上帝给我们的标杆直跑。我前几天到台南去做公报社董事长最后的交接，我已经卸任了，那我把这个公报社的董事长的职务交接给另外一个牧师，叫做王宗仁牧师。他们家出了很多的牧师啊，他的爸爸是牧师，他的阿公爷爷也是牧师。他来分享他爷爷的故事，我听的时候非常感动。他爷爷叫王新武牧师。后来我回台北的时候查一下他的资料，
我才知道，他说这个王牧师一生服侍神，他是出生在澎湖，在澎湖牧会，在台湾本地也牧会一生都在服侍神他到老了他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里面的一个决志，就是说他要跟别人分享福音。我看他的孩子写的他的传记当中有一段，就是说他90岁的时候到美国去探访他的儿子，他儿子就说爸爸，我带你四处去逛一逛，因为他身体还很好所以我带你四处去逛一逛，看一看这个美丽的风景他说不要，他说你带我到那个社区，你们社区有开课在学英文我要去学英文。人家问他说你90岁了还学什么英文？他说我学英文可以跟外国人传福音所以他就真的去学英文而且他也确实是这样做，无论什么地方他只要碰到外国人美国人，他就主动走过去，用他仅会的英文不管对错也不管人家听得懂听不懂，马上跟对方传福音。90岁了他102岁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骨折，在台中的一家医院住院那医生给他开刀之后，他就在病房里面休息医生去看他的时候，他马上问这个医生说你信主了没有？医生说还没有。他马上说你不要看我的伤痕，我跟你传福音，你给我一段时间，我跟你传福音你看诊的时间我来跟你传福音。住院的时间正好碰到重阳节敬祷节台中市的市长夫人以及相关的官员去探访慰问他因为他是人瑞嘛，102岁他也抓住这个机会跟市长夫人传福音在医院当中还能说话的日子他就抓住机会向看护照顾他的人传福音。他一生活了102岁，就是他住院之后后来过世一直到老，一直到死前能够说话的时候，他都对人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知道这是一种祝福，可以跟别人分享来自于上帝的福气，是一大祝福。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不论我们年纪大或小，我们不要放弃这样的一种祝福，往上帝为我们立下的标杆直奔。那第三个喜乐的秘诀我们来看保罗年老的时候，持续的用他的生命成为后辈的祝福。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他说为了你们的缘故，我更该活下去。对于这一点，我深信无疑。我知道我还要活下去，而且要继续跟你们大家在一起，帮助你们在信仰上更长进，更有喜乐。保罗在这边说了一个让他喜乐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投资在别人的生命身上，他对别人的生命有负担。虽然这时候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可是他对于信徒灵命的造就、信仰的提升，他还是充满了负担。也因为如此，他的生命是有目标的，他生命充满喜乐，因为他明白他这样做是相当有意义的。因为他一旦看到信徒信仰成长，他就充满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如果你要有持续的喜乐在你的生命当中，请用你的生命来帮助别人。我们要明白，一个人如果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他的喜乐一定不多了，因为他接触的世界太小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一旦决志要走出自己的世界，贡献自己的生命，那他的喜乐自然就多了起来。所以在座的长辈们，牧师要跟你们分享，就是其实你们的一言一行，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后辈们都在看。你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可以成为他们的典范。
用你的生命来祝福其他的人。最后一点，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保罗之所以常常喜乐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学会了知足的功课。圣经教导我们要用喜乐来面对人生。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我们都知道，要得到喜乐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样是喜乐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学会知足的功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广告啊？这广告里面有一个广告词是这样说的用台语说了人若无所求，生活就较自由了。人如果没有什么欲望所求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就会比较自由。也就是这个道理，要知足就会常乐。所以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对现状满足，我知道怎么样过贫困的生活，也知道怎么样过富裕的生活。我已经得了秘诀，随时随地饱足好，饥饿也好，丰富好，缺乏也好，我都知足。我们要知道，保罗这时候是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被关在那个罗马的监狱里面，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人。那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长期以来就攻击保罗的需要。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一个人接受别人的攻击的话，他心里面如果有贪婪的话，不知足的话，他就会想要多得到一些帮助。但是保罗深知道，欲望是怎样？欲望好像一个无底的深渊啊！如果你心中一旦有贪婪的时候，不知足的时候，你很容易被陷入那个无底的深渊，就会怎样？生活就会不会喜乐了。所以他对提摩太曾经这样说，他说一个人如果知足，宗教的确可以使他富有。我们到这个世界没有带来什么，我们又能从这个世界带走什么呢？如果我们有的吃有的穿，就该知足。所以我刚才说过，腓立比教会对使徒保罗的支持跟关心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状况，他们愿意供给保罗一切的需要。但是保罗知道，如果因此而养成他的贪念的话，那他会把他的生命带到困境当中。所以要对抗这种情况，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学会知足。那知足怎么学习？什么叫做知足？知足就是说，你要多去享受你已经拥有的，而少去看你所没有的。如果你常常去看你没有的，别人有的你没有的，你就会觉得我怎么那么贫穷。但是如果你去检视你生命当中你所拥有的，好好去享受它，你就会学习知足的功课。所以牧师告诉大家如果你觉得你很贫穷的话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去整理家里面去搬家好了你就会发现怎么这么多东西都搬不完我怎么有这么多东西，我还在不知足什么所以你常常去看到你所拥有的，去享受它，你就知足了。不要去看你没有的牧师要告诉大家，金钱财物不能带来真正的喜乐，知足是生命喜乐的源头。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了保罗的4个重要的功课。第一个是坦然面对生死，第二个是什么？向着标杆直跑，或是继续向前奔跑。第三个是成为后辈的祝福，最后一个是常常知足喜乐。愿上帝帮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特别是保罗的生命见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主啊，我们也恳求你对我们显明你的心意，那我们可以一生行走在你所为我们安排公义的路上。我们深信有一天我们年长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你所赏赐荣耀的冠冕。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这时候，牧师邀请大家把我们的眼睛闭上。我们感谢主，透过他的话语，再一次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座，如果有人愿意学习像保罗一样，将自己一生献给神，用生命来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举起来。牧师要为你祝福，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放下。我们在座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你此刻还觉得生命当中有一些束缚，让你没有办法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你可能有很多的忧虑，有许多的挑战，或是你遇着一些你生命当中的问题，你需要别人为你祷告的，你可以在此刻把手举起来，我们的代祷团队会为你祝福哈。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其他的人，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对上帝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让我们享受你所赏赐真实的喜乐，让我们用我们生命来回应你的呼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带有力量，为我们生命带来祝福，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恳求您保守眷顾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可以坦然面对生死的问题，并且向着主你为我们所插的标杆直奔，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学习知足的功课，让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你所赏赐真实的平安跟喜乐。我们特别为第一次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祝福，主啊，他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一生行走在你所预备他们的计划当中。求你与他们同在，赐福保守眷顾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透过他们的生命来见证你的恩典。我们也将第二次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全然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主帮助他们，即使他们面对极大的困境，
但是我们深信主你的恩典够他们用，保守眷顾他们的一切，让他们依靠神刚强壮胆，面对困境依然充满勇气。主，恳求你与他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奉献之前，我代表双联教会欢迎今天来本教会礼拜的来宾，请填写留名卡，直接交给收奉献的执事，让我们有机会来介绍您，欢迎您，请预备心来奉献。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请起立。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因着你的保守和看顾，使我们软弱变成刚强。也谢谢你赏赐我们够用的恩典，使我们贫穷者变为富足。现在我们献上金钱作为圣工所用，我们也献上自己的全心全人，求主差遣使用。愿主悦纳，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请翻开周报来关心教会的事工，在第6页，周报第6页，第1项，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的松年事工纪念主日，呼吁兄姐时常为总会、宗会及教会的各项松年事工关心及代祷，并参与各项松年长者的信仰关顾事工，以及鼓励松年长者参与志工与松年大学或相关课程。
第二，肢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江梦辉弟兄、江燕婷、吴家珍长老夫妇的公子与罗新慧姐妹，定于10月10日本周六下午3点整，在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赐福新人和他们全家。有一个补充肢体关怀的部分，本会会有邻伴姐妹于9月28日安息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请翻开第10页。第3，妇女团契林子内灵修2日游，日期在10月6号到7号，礼拜2到礼拜3。集合的时间跟地点：上午7点20在教会1楼集合，7点30分出发。浴室不厚，包含早餐。携带的物品有健保卡、私人物品、薄的外套、雨具及水瓶等等。报告以上，其他的请自己再看。现在请主任牧师做祝福差遣和欢迎来宾。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这时候来做中保代祷服事团队的祝福差遣。好，我们请在第2堂当中，你有参与中保代祷事工的同工，请到前面来啊。你们接受上帝的呼召，成为教会的中保代祷服事同工，你们当诚实的应答牧师所问你们的。首先，你们是否愿意接受上帝的赐福差派，委身于中保代祷服事的事工，担当祷告的使命与责任？你们是否愿意如此行？你们是否愿意彻底遵守中保代祷你们与上帝约定的时段，在这个期间当中愿意忠心服事？你们是否愿意？你们是否愿意在祷告室里的教会事工或是个人的代祷事项，只有单单与上帝沟通？除了已经在教会公开的代祷事项以外，所有的代祷内容必须向人保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年教会小会的权柄，设立你们成为双年教会中保代祷服事同工。你们当谨慎你们本身的行为以及你们所做的，常常致力关心于中保代祷事工，尽力来服事上帝，服事人，用你们的生命来荣耀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们。好，这时候我们请你们向后转哈，我们大家给他们一些鼓励哈。他们为了大家的需要，在祷告室当中服事哈，那你们也可以参与哈。也就是说，你们可以常常透过，如果知道有哪些人需要祷告，或是你本身需要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需要哈写在代祷卡上面，投到那个祷告箱里面，然后他们就会在祷告室当中为大家服事哦。愿上帝赐福保守。好，我们再一次给他们鼓掌，谢谢，请回座。这时候牧师来做补充报告。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好。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共观福音书的查经班哈，从这个礼拜2就开始哈。那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还可以再继续报名哈。那希望我们透过这个福音书的查考，更加认识上帝的话语。那这时候我们就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祝福的歌曲。
直到永远。阿们。好，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我们尽可能从前面2个门出入。